手机程式、手机录影程式能够把影像转正啊。Capture Record 这个程式名称叫 Capture Record。进入编辑的界面呢，然后找到那个编辑还是编辑按里面的旋转，编辑影片里面找那个旋转，按旋转哦，一直到转正，已经转正了，按确定，然后你看有没有看到那个选项有个旋转？最左边的修剪，然后第二个移除中间，移除中间有操作过了失败，还不知道怎么做。它跟那个修剪一样的画面，裁切可以把那个广告的部分去除掉。有的手机萤幕截图或者是录影的时候有广告的，可以用这个裁切。速度还可以调整速度变慢了吗？可能变慢加快了。现在用的是旋转，按储存哦，早上处理了很久，然后上传影片的时候，发现别人也要共用这个网络，怕这个占用人家的频宽，影响人家没有办法工作，就把它暂停。然后后来手机没电了，没有想不到那么快就没电了。那个3G 的影片上传大概快1G 了，然后停电了，关机了，中断了，重新开机，哇，这个转正编辑重新转正的影片呢，怎么不见了？奇怪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会？这个影片从录制好了，剪辑好了，转正转好了，然后重新开机以后就不见了，所以一定要赶快把它传出去，传到别的资料夹。要试试看传到别的资料夹，看看会不会跑掉。凭空消失啊，奇怪，发生很多次了呢。不能放在那个 Record Master 这个资料夹里面，要赶快把它重新命名，然后上传网络或者是移动到别的资料夹。